孟婆客栈呢，其实是我们剧团呢在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舞台版的歌仔戏。那这次开拍电视版的孟婆客栈，除了剧名4个字一样，其他全都是全新的。对明仔载开始，我就是恁的老板。万千凡他是一位珠宝商人哦，所以当他来到冥界以后呢，他其实把他杨氏的经商的那一套方法哦，他把他带到冥界来经营客栈。我哪不是珠宝啊，对我完全都无了解，你是凭什么论定我的解答？凭我是名博客栈的万老板。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大概都看惯了我的小生帅帅的潇洒的，可是我在万千凡完全是颠覆了，完全是打破大家的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我怎么这样子演。出去你哦，我去唔花钱，不好意思，就几工，要不然就压低。出去你好，我叫做花钱。我觉得可以再夸张一点。它不是只有戏曲表演，它还有结合了连续剧的表演方式，还有舞台剧的表演方式。唯有创新才当开创新剧，所以我决定要推出全新的婚礼包套。婚礼包套，对。当过很多次的制作人，那电视歌仔戏是第一次当制作人，宛如一场梦。美云姐呢，很用心的在做这出戏，而且花了很多的心思，要让观众呢有焕然一新，对这个传统歌仔戏有特别的不一样的感受。故事新颖以外，再来就是整个我们在邀请参与的演员，还有唱段的部分，也完全做一个全新的录制。服务女的用改定，打造品牌，打造品牌，引领流行。它是歌仔戏，而且它也是一部音乐剧。我希望借着《孟婆客栈》这个作品，可以让更多人喜欢歌仔戏。欢迎收看，感恩。